你好，港交所24年全年業績。我後生時已經開始買入港交所作為長線投資，基本上而家嘅成本係零㗎喇。港交所經歷咗內銀年代到而家嘅科網年代，由於科網嘅市值基本上仲可以更大。你睇美國嘅科技七雄嘅市值就知道，港交所要進一步關聯到中國嘅科網股嘅中部。其中一個關鍵係中國嘅經濟要成長，以及中國能否生產更好嘅產品服務全球。雖然短時間較難實現，但我哋確實研發到適合全球用家，例如 TikTok、比亞迪、DeepSeek。我可以肯定呢啲產品唔會係最後，將來必定會更多。我就係從呢個角度去睇港交所，係咪睇得太遠呢？金礦嘅大時代將港股成交推升至另一個週期，派息自然跟隨成交增加。每次回望港交所嘅年報，都會反覆思考港交所會唔會有一啲風險，而係我或者其他投資者會睇漏呢？